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23，耶利米书15章16节安尼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，你对我讲的话，我逐句拢有听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属于你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的心欢喜快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。你的威严甲权能是阮所尊重甲敬畏的。你的目睭遍察全地，你的阳光遍照伫逐所在。阮受造就是要来荣耀你，也要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是看得阮懊恼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话安定伫天里，直到永远。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线到万代。主啊，愿感谢你。你的话有气力，将阮救活。主啊，你对阮讲的话，阮逐句拢有听，因为你的话，互阮的心欢喜快乐，因为阮属于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